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针对着年底高合一的大选哦，咱市民心声节目呢，陆续邀请到有意要参选的参选人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的政见理想甲抱负。那么今仔日咱邀请到这位呢，伊曾经选过台南市安南区的议员。那么呢，伫个这届今年呢，伊要再次来挑战，所以咱今摆来欢迎台南市安南区的参选人林伟，欢迎林伟。大家好，咱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林伟。林伟吼，林伟，讲这个名吼，其实大家就会说，好像听过，其实这个名字也蛮有名的。以前选过议员，大家有点熟悉，但是呢，经过了经过安尼3档外底要4档啊吼，大家肯定会小可袂记住，所以呢，咱今麦就请林伟呢先来自我介绍。咱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林伟。也是咱这次安南区要来参选议员，以无党籍的身份再次来挑战吼。其实我甲大家同款，拢是一般的家庭来大汉。咱这个爸母拢是一般的服务业虽然讲国小的时阵，爸母来离演这个部分迄当时都好介意着棒球，介意棒球所以伫细汉的时阵，等于棒球这个运动，都陪伴我经过迄个上低潮的时间。是。尾手就想要行这个体育路，咱嘛知影，咱这个社会拢会感觉讲体育路很辛苦，就变做去读钢明，去西港安尼一待就是6年，国中3档，高中3档，拢伫钢明，来互西港栽培伫这个过程当中，参与到这个童军团，咱开始来服务大众，开始有机会会当上台去讲话，当安尼培养起这个兴趣，一直到大学，其实我是社会组啦，去读到数学系，现在有这个遮大的转变，就是因为我足惊英语的，很怕英文所以才去念数学，结果一入去，迄册一买来一拍开吃力。全部都是原文书，都是英文的书。嘛是爱读英文对，结果读一档真正冻袂掉，还是叫英文拍败，所以就透过转学考的机会，专登来读社会科学。那也很幸运，入去这个社会发展系，离咱的屏东教育大学，7个教授，2个安南区的老师。对，所以我感觉这个缘分就是带离遐，所以变做大2、大3、大4。3档的时间，虽然伫屏东读册，但是拢听老师咧讲咱安南区的梦想，咱台港的未来。那迄当时就因为安尼即个机缘，踏入去即个政治的头路，今年拄好嘛第10档，第10年了。哇，所以曾经你的梦想就是讲，介意棒球，到即嘛嘛是做咧棒球啦想要行体育路，但是体育路毋是讲遐尼简单后壁呢做这个童军团，发现讲，家己其实这个口才还不错啦然后对这个也有兴趣，讲这个有，其实我们在选举公报看到的你的籍贯是高雄嘛，那其实咱知影讲你是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对不？是，这真特别啦因为我的爸爸。甲我妈妈是伫高雄食头路熟悉的啦因嘛曾经住伫真早发生这个事件，这个城中城大楼，他们过去也有住过在那边。对，那所以我是出世伫高雄的林雅区，阮是住伫高山。那满位了，爸爸就体谅着妈妈台南人，安尼会当因2个拼事业，我会当互外婆来车用，所以。满位以后就搬转来台南住，一直到今嘛，所以我是算阿嬷养大的，对，所以安尼看安尼胖胖好熊，阿嬷养的。饲甲足好啦养的。嘛是因为安尼台语较会遮认得，无其实爸爸是外省的，所以我算外省第3代，所以大家嘛，咧选举的当中也是服务的当中，大家嘛会感觉讲，你。是属于外省的，因为你这个名2字的通常拢外省的，你来台语才甲我讲，其实就是拄好是互阿嬷来车用大汉，这个细汉的时阵拄好
最好学语言的时候，弄学起来，弄学着安尼。对，所以像你这种少年人吼，台语要较练顿是无简单啦吼。啊，虽然进前是伫高雄出世，但是呢一个月满月了，就是转来台南，拢一直住伫台南。所以其实这是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因为每到身故，大家拢会讲啊，你是倒台的人啦，哦对不？所以真的是人亲头亲，对，道地的安南区人呢。哇，啊，其实讲到林伟吼，做少年也未30岁哦。哦，啊，你进前算的时候，他20出头，25、26岁。对，那我们知道说，林伟你好像很早就结婚，对不对？对，就大学毕业完隔1年就和阮太太结婚。哦，就结婚。今麦有3个囡仔。哇，算是今麦少年人要生3个囡仔无简单呢，对不对？是，迄个阮太太较无简单。我较无简单。我讲迄个颁奖要颁给她，对呀，较辛苦。所以其实还有打算再生吗？组一支棒球队？我拢会甲乡亲讲吼，讲那年底这份头路有应征有成功啦吼，咱就来生相对啦吼。即摆2个姐姐啊，第3个是儿子，对，嘿，我拢会安尼，半公生笑啦。啊，当然。咱若有迄个能力，咱当然嘛会希望，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小孩子，对，拢足介囡仔。啊，其实咱安南区的环境嘛，足适合，会当来请养囡仔吼。这个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所以咱嘛有这个期待，啊嘛希望乡亲有给我这个机会吼，会当做4宝爸啦，起码3宝。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少年人吼，唔敢生小济是惊歹饲啊吼，所以林伟讲伊即马年底吼有来调议员，有一份头路啊，伊就要好好啊来规划生第4梯的对啊。好，那讲到这个，大家会想讲，哇，林伟你咧选议员啊，但是你真正咧做的工作是啥物？我们知道说你好像也有做这个现在很夯的行业外送员，对不对？对，在前年疫情要发生前后，这疫情的前后。拄好有这机会，安南区开始有店家有使用着这个Foodpanda的系统。我拢其实拢暗时困袂去啦。我想讲，会当骑乌多摆出来看看咱安南区的环境，像咱安尼巡守队安尼，佫有钱通赚，安尼真好啊。我就乐意尝试，然后去做Foodpanda，因为迄当时 Uber E 在安南区是0家。所以我就是选择Foodpanda这样子的一个店家，商业者来去做这份工作，嘿啊，当然，迄当时嘛是因为做代课老师是薪水就少，所以也是算贴补家用的一种啦，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你大部分都是做代课老师，然后咱知影讲你热爱棒球，所以其实你有这个棒球裁判的执照，对不对？是，迄当时其实较想要做教练，因为会想要顺续教册，会当教囡仔，叫做加一个证照咱找头路嘛较好找。对。但是到迄当时无这个讲习，没有教练的讲习，有裁判讲习，我讲无，咱就先来考裁判的。后续开来考教练呢，但是当考了无偌久，这个疫情就开始，所以变做就一直都是裁判的这个身份离咱国小啦、国中、高中也是大学业余的这个比赛，其实在短时间之内，我真感谢台南市的帮委会给阮真大的空间来去训练，也是对自我的提升。伫迄个过程当中，其实嘛真趣味啦。你若做裁判，逐队来囡仔，伫迄个棒球场内底来咧比赛的时阵，就会当顺续甲因教2句啊。也可以跟基层的教练去了解到每一个县市咱的棒球的推展，也是校队的即个经营，会有面对啥物款的困难。每一个县市对着即个运动发展的想法，像咱台南市真好，即马即个体育局。打成立无偌久，所以未来伟嘛希望讲，咱你来市议会会当来监督着咱的体育局，会当来提供因真侪即个第一线的声音。是，对，所以其实你得讲立志要选议员，然后你又是做代课老师，然后又去做这个棒球裁判，然后去送这个外送，哇等等，所以其实人家现在很流行讲的斜杠人生，对不对？你觉得你的这个斜杠人生如何？其实一个态度啦，就是讲，当你失败以后，你会当做啥物代志？我会想迄当时最直接的，就是做咱家己喜意的代志。
做咱会当做的代志。是啊，这个过程就是讲，卖互社会甲咱栽培遮的资源，等等的去浪费。所以变做这3档，咱有机会就去偏乡来做代课老师。是，因为偏乡较无老师要去，也是讲第2学期的时候，通常老师们都已经正在学校里面。啊，多好有老师退休啊。去生囡仔啦，啊，这个课就变做较无人有这个机会，会当去当救火队。啊，迄当时我就想讲，无要紧啊，咱反正拢伫台南市，去新亚泰筑国中，因的篮球队很有名，总全台湾第1名。啊，咱白河国中，这样子2所国中。那在去年的时间，在疫情的这个阶段，离咱安平这渔光岛。义载国小的渔光分校，离下这国小的代课，也很特别。那边有海洋的一个课程，海洋教育课程，就离迄个雅果游艇码头来对，带囡仔去遐上这个独木舟的课程。多好我大学嘛有修过这个水上运动，就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离咱的安平港来对，然后划独木舟，带孩子们去做这些操作。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斜杠人生是很精彩哈，做精彩，包括讲你去做代课老师，你当去了解的偏乡，因的教育的状况，然后你讲你去做棒球裁判，又刚好就有卡到说我们台南市体育的发展然后其实送外送啦，更可以看到很多民众真正的需求，对，所以民众服务业第一线，餐饮业在咱这个已经进前的问题，已经。落来了后，的状况要安怎来替因来想看卖未来，这个后疫情时代的这个营业的一个这个项目要怎么样去协助他们？对，所以其实这个其实对你议员以后要选议员、要当议员，都是一个历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你看到了很多的面，然后也知道听的音真正的需求跟声音嘛。很直接的，对，很直接。然后其实你除了就是说这是你自己要做的工作嘛，多少要赚点钱嘛，来养家，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咱展公其实你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多的历练，包括很多立委啦，县市长，你都帮他们辅选过，所以其实在建立这代，你也是有很丰富的经历耶，对不对？今年多好是第10档，迄当时就是按这个大学开始2014的这个地方的选举，有开始做这个馆长参选的这个青年大队的这个副队长。迄当时另外就是这个屏东市长的参选人就讲无少年的来斗3档，所以我按一开始。1点钟90块，一天领一个便当。发传单的小弟，开始从最基本的基本功开始来做。做1、2礼拜，团队感觉讲，你这个少年呢会晓讲呢，台语阁算练转，无扫街说台仔卖句，互你睇，互你画把声试看卖。画讲，家己嘛真有兴趣。大讲甲。多好就调的来因呢就看讲安尼会使呢，无大台战车咧游街的时阵，你就起来画战车的肉声，画落去了后，因就感觉讲真正有进入那个状况，那嘛真感谢因互阮少年的机会所以变做后续这个要录音就是宣传车、传团车的声音。规个屏东市的这个声音就变做拢我的所以迄当时同学拢会讲，林伟，我阁听到你的声音吗？你倒位？拢你一听就知影你的声，这是蛮特别的一个经历。迄当时地方选举结束，2014迄阵拍了以后，接续就是这个立委的初选。迄当时的这个头家就是即卖监察委员施景芳。伊足特别，因为伊是公务人员。落来参选，所以我服务过这个头家、这个团队，其实是伊的部分是最特别的。伊的眼光、甲伊的角度、甲一般传统的政治人物有无共款的思维，所以我嘛真感谢你，遮头前的时间就有当过这种头家，互咱有无共款的思维、无共款的角度，咱做幕僚的，咱必须爱拥有这个技能。咱袂当讲，咱得用政治的角度来咧看代志，迄其实。有很多死角啦，我就这死角的，你无法度去发现。当我刷落来，拍刷了，其实就转来准备想要转来台南，但是就
刚好8000城堡的事情发生了吼。啊，尾手就去高雄，2016的时候去帮邱意莹帮姐姐选立委，你这个美容带3个月，我其实我拢是专门咧拍这种倒数100天的选战。那选完之后，我就回到台南来服务。那其实回来之后是担任伟哲，我们起码担任起电黄伟哲够回走力啦哈。所以短暂的停留，直接拉到台北去国会中央去历练。其实做半当以后，也是较介意地方的这种宁静味啦吼，因为我家己感觉讲我的草根性较强，所以变做也是想要转来地方服务。后续就拄好，阮太太有心，阮就结婚，就开始就拢留伫台南。那上路尾是帮咱即个廷辉，廷辉立委来参选到2018迄当时市长的初选，然后就等于当随行的书记搁兼政策幕僚。安尼15个月的时间。陪伊走遍咱台南市大大小小37区。这段时间嘛是我对政治头路、政治经验吸收上大上济的这个期间，所以而且嘛爱真感谢委员给我这个机会，遮少年会当对你身躯边来拍这个市长的初选，这是给我感觉真荣幸，嘛是真感恩的一件代志。真正无简单呢，所以我那听起来，其实你遇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一些政治人物啊然后里面呢，你其实从当中嘛对你自己对你家己有摘掉啦，好人还给你用，有机会咱就尽量做。真的，然后这样才能够学到很多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哇，让自己说我就是要选议员，对不对？你那时候是其实去国会迄当时当然。头家一定会问讲，你未来有想要做什么代志？那我也都很不避讳的讲，我有一天我要想要回来家己的故乡来参选议员。当然，什么时阵要回来，咱唔知影因为有头家，咱食头路的，咱就是爱以头家为主那尽量做，尽量做，有迄个机会，咱就来挑战。拄好。3当前2018的选战，安南区因为发展人口的增加，少年人愈来愈多，所以选5席的议员变选6席啦吼。对。加这席我就想讲好，无咱少年的，咱就落来挑战平常时就开遮同款的时间咧服务咱的乡亲，那咱甲遮的时间摕倒来家己的故乡安南区台江来落实，我感觉这是我的梦想。那2018。差一丝大家无气嫌，咱乡亲无气嫌，互我有迄个机会，摕到6618票，即可就继续来努力，继续来竞争安尼。对，所以其实第一届要选这种选票，真正是哇太厉害，无简单呐好，咱嘛知影讲你有去参加过这个学运，对不对？是。对，那学运的这个部分，那时候你为什么会去参加？其实迄当时，当然老师拢会甲阮教讲，你除了读册以外，你学校的事务，像我嘛有做过学生议员，你学校的即个参务嘛会当参务，但是重点，咱未来一定会毕业，会入来社会，会投入社会。所以你伫即个就学的当中，你伫读遮的理论，你要安怎实践，要安怎来实做？你必须爱去社会内底做一个观察者，是。所以当时是抱着这种心情，就是讲咱来去做一个社会观察者，社会观察者。到第一线，你较知影讲，这个运动，这个社会运动，这个学生运动，伊的诉求是啥？伊这个过程拄到什么款的问题？那伫这个问题当中，要安怎来解决？要安怎来用到这个民主的方式，会当来提升，会当来改变。大线安尼，阮迄当时拄好去当着迄个时间啦吼。对。马总统咧执政的迄段时间，拄好就是甲中国有较侪的交流，所以变做阮有一寡即个感觉讲，咱应该爱以台湾为主啦吼，以咱家己本体为主，所以迄当时嘛有去伫第一线。参与到这个学运，对318，咱所谓的太阳花学运啦吼。但是我会感觉讲社会运动，每一个人拢是最重要的，无讲什么重要谁才是重要成员。我感觉每一个人的参与，
会无共款，就是你较早投入，还是较晚投入。你投入的时间较长，也是较短。但是有打出来的每一个拢是最重要的成员。因为当若无遮个人出来参加，无出来参与，其实要达到即个运动的目标，有较好的结果，其实是足困难的。所以迄当时有遮个历练，有遮个经过，互我更加会感受，咱要安怎和人民落来沟通，咱即个代志要安怎来处理，即个定数要安怎来行，会当互大家较袂遐冲突，较袂遐敏感。我感觉这个多多少少都有很多的影响在这里面。对，这些都是很棒的历练啊。好，那讲到你要从政嘛，大家拢会讲，呵，你要从政，其实出来人是不是你的后盾很重要？你家里的人都很支持你嘛？其实爸母是一定不支持啊，不支持的，因为应该无爸爸妈妈会想要囡仔投入这个政治的头路啦，吼，因为这个高工时，那其实是真忝的一件代志。像我下暗时困袂去走副片达，就是咱定定已经习惯安扣。你头家突然间有啥物代志，也是讲咱台湾属于这个地震带，地震比较频繁。对，你有天灾地变，咱随着要出门，爱在头家也好，咱家己来种也好，这个时间都变得是都必须要付出出去的。所以爸爸妈妈其实对我的参与，伊拢会感觉讲参与到遮就好啊，你无一定爱参选啦吼。那我较特别的是，我甲阮牵手是离这个318太阳花学运，离这个街仔头的这个学生运动来熟悉吼。所以你的太太也是很热衷那个这一块。是，伊当时当高中尔。他才就去参与吼，拄好带着这个缘分，所以其实我一路以来咧参与这个政治的工作，伊拢是对我100%的支持，甚至要像结婚生囡仔，伊嘛是一直咧甲我讲，2018迄当时，我有甲参详讲，袂歹呢，有机会。我要来参选，你敢有同意？伊讲较紧去的，我卖你食到40-50岁，你甲我讲，你少年的时阵有偌敖，拄偌敖，但是无选，剩一支喙。对，所以他一直以来，我的牵手一直以来拢是对我非常的支持。伊嘛希望讲，咱有这个力量，咱尽量来做。像伊即马嘛咧读台南大学的英语系，其实阮两个拢会当教册。阮即马嘛有咧做即个免费的教育服务。阮的一个初想就是讲，咱遮的资源，咱的即能力，伫即个范围内底，咱会当做，咱尽量来做。咱不管是教别人的囡仔，还是教家己的囡仔，拢是共款的时间咧付出。安尼咱会当摕到更较侪的家庭来减轻即个负担。我感觉是伊互我一个真好的发想。所以这届阮就提早来启动，即马有3个据点，来做这个弱势学生，还有一寡店头家，因为我拢会讲，大家伫遐拼经济，油汤啦，还是饮料店、煮茶迄，迄拢有火烧的物件。小朋友在那个场域里面，其实我们会希望说，阮提供这个教室，阮有伫遮咧教册，帮你看功课、教英文、教阅读写作。你若会使，你就当囡仔放伫遮，到8点半，你若打烊收的，较来接囡仔，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服务来提供，所以最近拢咧做遮的代志。哇，这真的是很大心的一个服务吼。不过我感觉你的牵手嘛无简单的，一般拢会主动讲卖去选，结果伊讲你紧去选啦。等于甲安关处理啊，对啊。对啊，哇，那真的有这样子。其实你的牵手是你很坚强的一个后盾，而且他还去读英文呢，读你那个你自己觉得弱的那个英文。当然，因为阮丈人是美国人所以英语其实是属于伊的母语，但是伊若想要做老师，英文老师，伊嘛必须爱去读迄个科系，伊去修那个教程。对，所以就是现阶段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跟目前正在执行。这样很不错啊！我想你的英文会越来越好。我希望囡仔好好学，比我较重要。对，这都很重要哦。所以其实你讲北部来，一般人唔甘囡仔讲我咧读政治真正做辛苦但是太太很支持你。然后另外我们知道说你有一个妹妹。而且这个妹妹好像就是之前那个八仙城堡事件嘛，她是当事人。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来听一下你那现在事件处理的状况。各过4天，就是6月27
就满7档，满7档。啊，拄好今仔阮妹妹离妇产科，即马咧待产吼，啊，刚刚好今天要做生产。其实迄当时我会徛出来替家属好，替遮的病患出来甲大家考上媒体去有一些论述，其实足简单的，就是希望讲即个事件伊到底是安怎发生的，伊的过程、调查的过程，因为一个公安事件的发生，每一个单位，政府每一个科室，拢会去用放大镜来检视，来批判。对。所以我迄当时的心情就是讲，咱拄好是学社会科学的，咱遮公共事务的参与淡薄仔了解，所以徛伫第一线来替大家来收集这些资料，会当来去对着新北市政府也好，对着迄当时的交通部观光局，因为这个活动是办理八仙乐园，对，它是属于交通部观光局所管。咱新北市政府有抽这娱乐税，以这个活动的申办是向新北市来做申办，另外就是八仙乐园的安检，嘛是咱新北市消防局来去做这个安检。是，所以迄当时段宜康立委和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要讨这个安检的记录啦，讨到8张的白纸，刚才遐格式尔，内底物件拢无写。那就跟最近吵得很凶的恩恩案一样。对。新北市政府里面就有吹哨者，把那整份资料 mail 给我，那我也很直接的，我就给了一周刊，因为我感觉讲这个物件需要互大众来去了解。当然啦，牵出去了后，新北市政府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搞我告。对，搞我告，想要搞我告嘞，他透过对我的提告，想要去找出谁给我这些资料？所以一个政府发生这种大事件，因要做的定定拢会是做这种动作，就是我先筑防火墙，你们来打我，我一律挡在外面。那谁要把资料丢出去，我就先对内先抓鬼。其实这种的心态拢是足无健康的。咱来看高雄市报，陈局市长谢立明副市长，甲咱的受害者，迄里长的头生陈冠荣医师，他们都是一步一步，市政府，在立委议员，在家属，在厂商，那个李长荣甲华运仓储，大家好好坐落来，把这个事件摊开来说，谁该负责？对，这个事件安怎演变？所以高雄市报迄当时，事件阮8000晨报发生的时阵，有给了我们很多的意见和想法，有交流，因为因感觉讲因行过的路。会当互阮减惊一寡冤枉路，但是那个时候刚好朱立伦市长在选总统，所以定义的看寡他们就不处理。那到最后说要帮我们成立协会啊，要把善款信托给这个协会，到最后就是协会成立1年，后面一次会议都开不成，因为4899的受害者有的是外国人。那遍布在全台湾各地，其实用一个正式的协会，你变做大家拢爱离遐开会，那个是有困难度的。对啊。那个其实就是变相的要瓦解家属、瓦解伤者。OK。所以迄当时咱当到的这个状况是安尼。好，那当然也是爱离家借这个机会，就感谢着阳光基金会。一路以来陪伴着这些伤患，不管是5档的这个压力衣，然后中间的复健。以及心理辅导的提供，真正就感谢阳光基金会这个搭起来做，真正就感谢。另外就是咱家的善款捐助，咱家台湾大家真有爱心这个捐款，或者在少年家会当度过迄当时。那另外就是要赞叹我们台湾的医疗团队，咱家的医护人员，咱家的医生、护理师等等的家的团队。因为讲实在，咱迄当时嘛，知影真济，拢无互因加班费。那变成是医护人员牺牲他们自己的时间和精神，全心全力的投入在救援上面。有日本的团队来关这个陪，因就直接讲诶，你们台湾的医疗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如果发生在日本，可能要走
可能要走100-200个跑不掉，那台湾还可以控制在几十个，甚至只有10几个，那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真的也是在这边感恩我们的医护人员、医疗人员，所有大家的帮忙。对，所以妹妹很幸运，虽然90%的灼伤，那现在生活就是回到自己的人生当中，继续努力。对啊，来的把妹准比做妈妈。对，所以经历这么严重的一些社会事件这样真的是也不简单，一路走来，但是这个路程真的是非常的漫长啊。那其实林伟呢，他本身身为家属伊个爱出来替大家来讲话，然后了解这代志所以其实嘛是做这人认为讲，你应该是爱出来参选，更有力量来帮大家来讲话啦，对不对？其实迄当时的想法就简单的，就是讲咱是一个合法的游乐园。虽然后壁较发现讲，伊的大部分的设施都是违法使用。是。你一个政府单位合格的这个游憩区，大家伫迄个内底咧使用，煞发生这个遮严重的事件。其实就像咱安南区迄前几工咱这个公园内底的游乐器材，顶管去用绑这个西瓜刀。对啊，很夸张。就是说，咱这个部分，咱要去预防到咱这个安全性。就是我都会希望说，预防胜于检讨啦。你代志发生了，要来检讨，其实拢检讨袂了。咱若想较济，就开始就来预防，加了解，加想。或者的代志卖来发生，其实是较理想的一个状况。没错。所以其实也并不是说经历过这一些才更加的笃定想要参与公共事务。其实迄当时伫大学就已经参与2-3档去啊，拄好是碰到这个事件。那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所能所学。是。你第一时间，因为讲实在，妹妹倒伫 ICU 加护病房，家属。其实嘛，无法度做啥物代志。那妹妹都是医护团队在照顾，那我就想讲，无安尼我就来，互家属这个心情较稳定的。无讲实在，我们家是刚好妹妹一个，我们有遇到一个家庭就2个，有2个家庭就是爸爸是这辈，2个家庭就3个。那这个东西到底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家庭未来的一个经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在那第一时间，我们就是跳出来去帮大家发现问题，然后想要试图的去解决问题，但是真可惜，到最后就是八仙过海，这个朱立伦、侯友宜跟万海集团大家拢无代志啊，对，这是比较可惜的，没有办法把这个事件的究责能够做到完全。但是很多人还是都非常感谢你有出来这个发声出力啦吼。好，咱即马回归来讲到你进前顶一届选举，无简单，你顶一届敢若只有投入3个月时间去冲刺对无？结果竟然当摕6618票，差一点当选啊！所以这届就是你卷土重来。好，那这一段期间，你有怎么样在努力继续下一次就是要让他当选嘛，对不对？其实现主是大概剩无到半冬的时间啦吼。那这届较特别有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一寡活动的举办等等的拢会较少，所以等于咱新人的曝光度变得是比较不足。所以我真感谢湘竹县电视台，今仔有这个机会，这个市民心声，互阮这种真正嘛是市民，来讲一寡心声吼。6618票，其实3个半月的时间来努力。第一啦，真正足感谢遮勇敢的市民，会当来甲阿伟也支持，能够投林伟1票。那这3年其实对地方的事务的参与，咱就是共款有活动，有需要咱参与的会议，咱就是一定爱到场来参与。无其实迄当时拢伫新营，住伫新营咧教册，白河太子伫遐教册。那后续搬回来安南区大，其实就是继续的维持我们参与地方事务，那像这个乡科啦，土城乡台江迎神祭，咱安南区就是这个庙宇的这个上丰富的这个所在，文化上特别的所在，咱就是时间稳准，
无咧驾车，好好放学的时间，我们就是参与啦，我们就是参与。那公共事务，我们不断的也是在脸书上面会做推广、做讨论。那这3档其实时间尽量来运用，虽然真短，嘛有人咧讲，你这3档拢无用，凭什么搁选？我会感觉讲，其实迄当时大家落选的时阵，离本安寮我总部的那个地方，有很多乡亲跟我讲一句话，你尽量无伊无要紧，因为你有囡仔爱饲，你有家庭爱顾。你落选啊，无这个机会做议员，你就尽量去拍拼去趁钱，爱会记的，剩一档的时阵，你哪有搁有想要选，你一定要回来耕耘。所以，其实乡亲对阿伟的这个支持甲鼓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也是很希望说，我们年轻人能够继续参与，但是继续参与，咱必须爱有薪水。咱爱有这个薪水会当去维持家庭的这个稳重，所以像去年的11月，我也就重新的租到一个服务处嘛，赶快里咱本安寮海东国小那边，那开始做这个教育的服务。对，那就是准备做这一次的投入这样子。安尼讲起来，你遐当地乡亲足疼惜你呢，佮互你时间讲，你先去趁钱。是，爱先饲囡仔，无迄个囡仔甲拼，其实安尼嘛无好啦。对啦，那边也要负责任，才是负责任的人哦。所以乡亲真正是要甲你听的啦，你讲你算好，那你现在就是要选的嘛，对不对？是。那你想讲，你之前是？就是当那个绿营政治人物的助理啊，帮他们辅选呐，然后参加这个太阳花学运，做这2个想讲，你应该家己进动啊，你为什么没有加入政党？其实这段时间，迄当时落选以后，就随有进动来咧提供，无我就甲你纳入，你2022就用阮这个进动来参选。但是迄当时我就是你去学校做老师，咱就无方便去做这部分的这个参与。陆陆续续开始要进入这个选举的这个阶段，其实总共超过3个以上的政党有来向我提供，无咱做伙来拍拼。看你是人才啊，都想要就是希望讲会当做伙拍拼安尼。我的想法其实。就是讲，政党伊的思维，就是伊要摕到执政权，伊要执政。所以有当时因咧做的决策，会和咱伫地方第一线的可能有一些差别。对。虽然讲有一寡政党伊的思想、伊的理念、政见，和咱的可能有的相似，甚至相同，但是我会感觉讲，咱伫第一线。那来参与着做这个市议员的参选，咱若机会你来市议会做着市议员，其实这个政党对我来讲是参与落去会加开遐个时间，甲精神伫遐。因为讲实在，咱台湾的这个政治还是比较属于中央政治。你这个政党参加下去，也是拢台北讲的遵守。你若要开啥物会，有诶拢爱叫去台北顶的。其实我会感觉讲，咱也是甲时间好好留伫地方来经营。即个心思就足单纯的，反正咱就无党来参选。其实安尼来经营，这个做得比较踏实，也比较能够落实。所以你这个政党的这个参与也是选择，就变这不是我需要去思考的事情，就是咱顶科就无党。咱这科就继续无党来参选这个2022的市议员。对，所以就是还是无党参选。讲到这个这届你对选举，其实安南区安南区选举一直都非常激烈，因为你看里面很厉害的有议长、副议长，就是现任的嘛，对不？然后在议员你要看现任的这个王景德啦、郭清华是民进党嘛，对不对？然后国民党李宗诚，然后无党籍就黄立昭、林炳利、郭信良，是。然后现在再加上有新的这个蔡丽菁。然后另外是童小云，这些实力都蛮坚强的。你怎么来看待这些对手？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其实安南区这几档的发展甲进步是足宝贵的。当然，都市处的这个选举议员的参选，其实选民卖就是看咱少年有活力，有这个拼开，有这个拼头，这个拼劲，这个冲劲。
哦，因足介意这。对。啊，所以这变做是咱的优势。咱爱去做的，就是讲地方即马现主是哦，虽然代志继续有咧推动，但是有诶做无够的，有诶做无好的，有诶无做的，其实遮个代志就是咱少年的爱担起来做。哦，咱爱去承担遮个责任。是。另外就是讲，像我顶科有即个做即个文宣较无共款，有提出即个一里一证件啦，吼，就是讲至少一里要有一个证件。非常的落实到咱的生活、咱的厝边头尾，遮个大项细项的代志，都会被纳入在里面。我嘛真感谢县里面议员，因为真侪遮一里一证件的问题。自我落选以后，因拢有去做，吼，有一寡拢有去去做，吼，我真感谢因，因为参选其实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嘛是讲爱甲咱看到的问题来提出。当然有机会有当选的人，伊就嘛爱回头来看其他无当选的人的证件，对，甚至这同事、议员同事提出来的证件，咱会当做伙来支持的，咱嘛爱来支持啊。哦，这对地方的这个事物。开始一个正向发展，或者正能量，甚至未来咱安南区会当和其他隔壁区的议员做伙来合作，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圈。咱不是干那做这个区的议员，这个生活圈是一个跨区域性的，所以伫咱这个绿色的这个竞争当中，当然现任的大家拢实力坚强，但是咱这届的参选。也是参选爆炸哈，对，各个小党到最后都是有派出人选的。阿马加这吼是这个外来客啦吼，咱讲的山兵啦吼，有的东区来的啦，有的北区来的啦，有的台北来的，有的台东来的吼，就是大家都看到安南区的发展有这个机会，都想要争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循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愈侪人的参与，让选民会当来去选择。我感觉这就是民主重要的部分。对，哇，所以第二进讲安南区吼，这大家各个实力坚强，然后参选爆炸，今嘛的是比看什么人吼，就是说比较能够用你自己的政见、你的理想抱负，或是看到你哇这个人，其实现在这个看你的口才、口条等等的，这都非常的重要，都是现在的选民哦，其实他要选一个议员。出来，他自己会去评估很多的条件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透过节目，希望把林伟呢他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到底有什么理想抱负。好，所以其实没错，你讲的就是说，一个议员他是台南市议员，你要关心整个台南市的建设，但是你现在选的是安南区嘛，那我们就先就安南区这一块来看，你认为安南区它有什么样进步的空间？我觉得安南区现阶段就是这个人口的增加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拢会先讲吼，这个咱的这个板子啦吼，哇，还做了一个贴了，来，安全安心啦吼，就是讲咱的少年家愈来愈多，小家庭越来越多，我们这个育儿的环境要安怎互伊更较完善，是，会当互爸母会感觉放心，互囡仔安全，这个育儿的环境，不管是公园游戏区，或者是未来的亲子馆的一个建设下来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育儿其实上重要的停车的空间，停车的空间，对于父母来，这个有小朋友的父母来讲，停车的问题爱解决，它也是一个育儿环境是一个友善的空间啊。对对。所以这个安全。放心，这是一个安南区未来必须爱去做到的。它会当互更较侪的少年家敢来遮徛家，结婚、生囡仔、请养囡仔。所以这是我们安南区的机会啊。是，这个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来，这个第一个字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居住，居住品质。咱有遮的人人口入来，咱的土地愈开发愈多。所以这居住品质，安南区哪会当存遮侪土地，就是因为古早人拢用遮的土地咧滴水，因为我们的地平面比较低，海平面跟我们几乎是切齐的，是，所以涨潮的时候，其实安南区的水沟里面是看得到海水的，所以有当时大雨来的时阵，风台来的时阵，并不是下来的雨水直接的淹水，而是因为排不出去，加上海水算倒灌。所以底水咱安南区这个居住品质要提升，底水爱底本，
即马拢咧底标啦都在治标治标是什么？咱的水泥墙一直筑高，咱的抽水机一直增设，但是迄拢无法度去解决到这个饮水的问题。都是治标而已啊。是。那咱的土地愈来愈侪，因为工商发展起厝起工厂，所以这个水路的一个整治，对我们居住品质提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咱的流浪动物，因为咱的土地即马诚侪空地拢咧做这个从化区，所以导致于流浪动物因会群聚里遐，他们会群聚在那边。那我提出一个较无共款的想法啦，咱拢讲这个即马开始有别个县市有这个宠物公园，咱若来遮安南区设立这个宠物公园，咱的动保处顶的单位一直定会伫遮，他一定会去维护这里的环境。OK， 安尼就会当来解决的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迫使市政府他必须要来做这件事。是。无咱带家己的宠物来宠物公园生，结果狗去有流浪狗咬死，那这样子动保处的问题就大了。所以我的思考比较不一样。对。咱有这个建设落来，市政府伊就要去维持这附近的环境。安尼会当解决现有遮的问题。真的跟别人想的不一样，很多人会觉得反对。居住品质能够来提升这个是第二个。是。那第三个呢？好，第三个是什么字呢？好，其实是要揭晓。乐。好，乐活休闲呐，乐活休闲，那南区很阶段的是，咱这个商业区60，现在在整治。未来我们期盼它有百货公司或商场的进驻。为什么？这个古地名叫做草湖寮，它是一个草湖，它的水路是从北往南流。那现在变的是里面的滞洪池，它挖了2个，但是它是没有修塘的。咱若安南区在地乡亲，咱会当去看高云啊，伊的滞洪池它是带状的，是有连贯的，所以咱嘛是望讲市府会当有机会来调整，就是讲咱这个商60它的水路这个滞洪池会当像高云啊带状的，然后由北往南带进来到这个嘉南大郡，互这个水会当透会出去。无讲实在。商业区百货公司进来，咱相信大家应该这十几年来，应该很少看到百货公司泡在水里面。对，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想法。当百货公司这资本家你来到这个区域，来经营、来赚钱，你市政府一定会把附近的周围环境用甲足舒适的，袂互这个水的问题来影响。无百货公司地下室拢乌甲 B4、B5，你互水遐冲落，你要安怎和百货公司交代？对，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思考，另外一种层面的思考。对，解决了2件事。另外一部分就是休闲场域，咱安南区咱有这个李苏破补馆，现在那边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棒球场、棒球基地在那边。那我上一届有提出这个运动产业，附近也都有商业区、转运站，都在那里，甚至于我们可以开运动学校在那边，去运用我们的教育基地。对。那接过来我们这个水路，我们的山海郡绿道是我们国家级的绿道，这个一路到玉山，所以这个休闲运动是我们安南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那现在也都在推广我们的水上运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是 SUP 啦我们这都自己做的图我们的水上运动也必须要继续来推展，来发展。然后高雄那边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但是9份子国小旁边的这个滞洪池带状，未来它的下游比较南边也要盖一个所谓的运动中心，安南区的运动中心，它也有要发展水上运动。那我们9份子国中小这边，其实我们也会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浮台延伸出去，学校就可以直接开课程，它不用再拉去运动中心，又或者是走过马路过来到水上运动中心这边，因为它南边北边刚好都是水上运动中心，但是学校旁边就直接是水域安全的水域，所以那边也都可以希望未来来协助做利用。好，最后一个呢？这个比较特别哈，对啊，这个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字哈？其实叫做夜长梦多啦哈。这夜长梦多不是咱那个
那个贬义的夜长梦多了哈。它这个夜长的意思叫做延长消费哦。因为我跑富天大之后，我发现我们安南区或是台南市的夜间消费是非常能量不足的。OK， 大家可能夜市逛一逛，花园夜市、市区的夜市可能可以开到比较晚。但咱安南区家己的店家甲夜市啊，可能7、8点、8、9点就收到无半打。那我们也期盼未来进到市议会之后，能够协助店家的是，我们可以延长这个营业的时间。那营业的时间延长，代表它有机会消费，大家时间也延长，赚到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OK， 所以这叫夜长梦多了哈，就是讲单边啦延长这个消费的时间。那能够让大家在安南区能够逐梦踏实，能够有更好的收入，大家来开店来营业都能够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消费要能够留在安南区，这才是最重要的。对，没错，哇，所以这些就是哇，你看到安南区它未来可以发展的地方，所以就是你点几改行几改也竞选主轴哈，就大概也是你上次其实提出的政见，后来很多议员有采纳，对不对？然后你这一次的话，你的竞选主轴会是什么？其实竞选主轴还是在这个生活圈上面哈，因为我们都还是很期盼说这个推动所谓的台江生活圈，那以生活生态生产能够打造台南第一区啊，因为咱安南区的人口不断在增加，未来的这个梦想就是咱这个台南的第一区啦。是。那我们前面有提到，我们很希望说在地的议员可以跟其他区域的议员来去做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南市的地图打造台南第一区啦，咱安南区是台南市37区内底唯一一区可以跟8个区连接在一起的。咱北边咱的七股西港，我们再过来是安定新市、永康，北区我们的安平中西区等等的，加全部拢连做伙。所以咱会当看到的就是这个大北门区大北门区咱的这个文化廊带，我们的庙宇咱的客家朱祭宫，咱的保生里台地，我们整个安和路这一端的系统。保生大帝的庙宇系统几乎都是我们学甲慈济宫分灵下来的。咱的南昆星，咱的大天父，咱的我们的王爷，我们王爷信仰也是我们安南区都是由南昆生那边所沿接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香火。所以离咱这个大北门的部分，咱也当做这个文化廊带这个连结。那南科的部分，我们现在都是这个很多中州寮、瓦温啊。嘉义乡亲这个科技新贵都住在那边。我们的科技廊带从南科可以延续进来我们的安南区，进到我们的科工区。这个廊带是安南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未来的这个重点啦，未来的这个重点。接下来咱永康这个产业聚落这个产业的这个部分，咱的工业区咱永康工业区顶的，以及咱的国道1号、国道8号，甚至未来我们的北外环快速道路。这样子的一个产业聚落，可以去产生出最好的产值，也当好咱家的区域大家做伙来发展啦那接下来就是市区我们刚刚讲的360对于市区来讲，我们就是副都心。那安平观光观光我们这个廊带生态等等的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部分就变做咱希望讲有这个机会，会当带着安南区做伙来打造台南第一区。哇，对，这个也是大家的期待，所以其实这些政见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落实。好，林委呢要再战安南区的这个议员。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有什么话要来跟我们的乡亲说呢？其实阿伟就想要甲各位乡亲报告，离咱这次的选战，希望讲会当互林委一个机会，会当来服务咱的乡亲，服务大家，这才是上重要的。那年底这个选举咧，因为疫情的部分，其实咱拢会较担忧的，就是讲大家出来投票这个投票率的问题是。但是咱也是希望，咱每一个人拢莫去看小家己，每一个人拢是最重要的。这一票一票累积拢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而且嘛爱再次恳求拜托各位安南区的乡亲，会当互林委一个机会来服务大家。离咱11月26日会当支持林委无党无派，
值得信赖，谢谢。对，所以咱今日吼透过节目专访林伟林伟吼，互大家更加进一步来了解讲哇他的成长过程啊，他的从政理念啊，哇，其实我会发现说，其实林伟真的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一位有为的青年，而且呢，他不是说只有理想抱负而已，以及这兄呢真的有蛮实际，有实际去参政啊，参加学运啊，然后跟在一些这个很棒的政治人物身边，学到了很多东西，一起有实务经验的，然后他又不断的呢去学习去进修，然后充实自己，让自己更加的有实力。好，所以今嘛安尼一个青年，伊要再战咱台南市安南区的议员，请大家给一个机会。再一次谢谢林伟，谢谢你。谢谢这，感谢各位乡亲，感谢，谢谢。是，好，咱市民时下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